點解出師表咁長考，你仲攞唔到高分？ Hello， 我係 Miss King Kong， 一個中文 DSE 奪星導師。我會用7年經驗帶你先坐3再望5星星，喺度教你最實用嘅溫書同考試技巧。今集5分鐘速解出師表，帶你捉緊背景同主旨，攞高分唔再難，即刻開始。出師表寫於公元227年，屬漢建興5年。諸葛亮當時係丞相，準備北伐曹魏。呢篇奏章係佢上情後主劉禪嘅計劃書，目標係安頓後方，爭取北伐成功。當時蜀漢點樣？原文話：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3分，益州疲敝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史書估計蜀漢人口約94萬，曹魏約443萬，差距好大。劉備223年去世，留低個新政權俾劉禪，國力弱勢，危機四伏。諸葛亮講危急存亡之秋，唔單止係地理劣勢，仲有漢室正統嘅壓力，北伐係唯一出路。出師表主旨分3層，寫得有血有肉。第一層係北伐原因。佢話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獎率3軍，北定中原。南方平定俾咗機會，北伐係實現先帝復興漢室嘅遺志。第2層係治國建議，佢用對偶句親賢臣，遠小人，勸劉禪開張聖聽，用賢才，好似郭攸之同向寵等等，穩住蜀漢根基。第3層係中心，佢講先帝不以臣卑鄙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回憶先帝恩情，又話庶竭勞頓，興復漢室，表明無私奉獻。呢3層由形勢到建議，再到感情，層次分明，好似一封既有理據又有心意嘅信。出師表喺 DSE 閱讀卷高頻出現，但好多同學得分偏低，捉緊呢啲主旨係攞分關鍵。我而家同我團隊準備緊一個 AI 筆試系統，教你考試技巧，幫你分析考點，提升答題效率。如果想試用嘅話呢，就要密切留意啦。如果仲想學多啲技巧，歡迎加入我嘅 Patreon， 一齊解鎖更加多高分嘅秘訣。下次見。